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3号，公元2018年5月18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国会部分议员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萨哈达瓦第一天，达赖喇嘛尊者传授6臂观音灌顶。司政指出，支持西藏意味着支持非暴力、对话、自由、人权和民主。欧洲议会代表团表示，我们抗议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压制。中共人大西藏代表团参访加拿大国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4号，印度国会部分议员到访印北达兰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前来觐见的议员包括印度国会议员拉克西米·纳拉扬和议员帕萨尔·库尔玛教授为主的多位议员，以及议会成员家属和工作人员等，共计20多人。尊者表示，达兰萨拉是自1960年以来他的第2个故乡。印度政府在这里安排了尊者无期限永久居所。近60年来，达兰萨拉已成为尊者的家。对此，达赖喇嘛尊者向到访此地的印度国会议员们表示了感谢。此外，在藏历4月萨嘎达瓦的第一天，即5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法院为世界各国的信众传授了6臂观世音菩萨灌顶，以及口传6字大明咒。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实践利他的关键因素是需要双倍的菩提心和空性见。佛陀的教言帮助我们应对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无知。佛陀教法中处处强调，所有的安乐都来自于利他的行为，而利益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利益他人。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于5月11号会见了德国黑森州议会议长诺伯特·卡尔马恩等政要。在司政罗萨桑格与议长卡尔马恩会晤时，谈到了美国通过西藏政策法案和欧洲议会通过有关西藏的决议。司政强调，美国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为寻求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而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在与黑森州总督府国务部长罗兹博士会面时，司政强调，中共当局持续对西藏的压制政策，不仅威胁到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存亡，而且还危及西藏乃至全球的环境状况。司政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对包括南非在内的国家施加压力。比如，他在被邀请到南非开普敦斯丹利普什大学法学院讲话时，阻止他讲述西藏境内发生的情况。同样，中国政府干涉澳大利亚的学术自由，让中国学生在触及西藏、台湾和天安门大屠杀等问题时可以解雇教师。司政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在对包括南非在内的国家施加压力。比如，他在被邀请到南非开普敦斯丹林布什大学法学院讲话时，阻止他讲述西藏境内发生的情况。同样，中国政府干涉澳大利亚的学术自由，让中国学生在触及西藏、台湾和天安门大屠杀等问题时可以解雇教师。司政进一步补充道，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本身说明了在其强硬的政策下西藏境内局势的严重性，并重申，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中间道路政策可以成为一种模式。最后，他还强调，支持西藏意味着支持非暴力、对话、自由、人权和民主。紧接着，在5月12号，司政在法兰克福出席了第30届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大会。总部设在德国的西藏倡议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独立机构。自1989年以来，该组织一直在为西藏的人权和藏人的自决权而不懈奋斗。司政在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他代表西藏人民感谢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多年来的关注与支持，同时感谢该组织今年在德国的316个城镇中成功举办升起西藏国旗活动。
另外，由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迈率领的以欧洲议会代表团，于5月10号在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秘书处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谴责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语言压制政策。在新闻发布会上，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迈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由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反对中国政府所谓的爱国主义在教育政策。我们支持少数民族使用其语言、文化以及生存权利，坚决抗议中国政府压制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We always protest against the suppressions which you have, and also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of education. You have the right to use your language, to use your cultural affairs, to have all the opportunities to survive, and also to survive in a very clean environment.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克萨巴索嘎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藏人为未来的长远目标做好准备。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5月8号，由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市委书记白马汪堆率领的一代表团成员参访了加拿大国会。白马汪堆在加拿大外交事务及国际委员会会上发表了演讲。在白马汪堆的演讲结束后，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提出由达赖喇嘛尊者所认定的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锦尼玛同家人被中共劫持。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策被捕入狱，以及加拿大官员和国际调查组织无法访问西藏的问题。代表团发言人白马汪堆用一贯说辞对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锦尼玛的失踪问题称：“他是一个正常的公民，那么他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享受着这个现代的教育，现在应该说已经大学毕业了啊，过得非常好的生活。由于他这个介入了这么一件事，他不愿意他们和他的家人被外界打扰。适当的时候你会看到他过得好好的。刚才你提到的个案的问题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既然法律进行了制裁，那肯定有他这个犯罪的证据和事实这是我们国家国内是公开透明的。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威尔拉尼和拉韦德尔也同样提到了班禅喇嘛、中间道路政策和恢复藏中和谈等相关问题，但是发言人一再回避这些重要的敏感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工作人员朱丹吉女士表示，世界通过维伊纳幼儿时期的照片在记忆第11世班禅仁波切。他指出，中共人大西藏代表在加拿大议会会议上宣布，几周前班禅喇嘛刚刚过完29岁生日，现在正在过着健康快乐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不让世界看看班禅喇嘛过着健康快乐生活的场景呢？为什么不允许国际社会观察人员进入西藏？他还表示，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者将从下周开始举办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锦尼玛失踪23周年的相关活动。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